大家而家見到嘅咧就係一對嘅椰菜娃娃啦，咁係1980年代咧風靡咗全香港甚至海外嘅一個香港製造嘅玩具，可以係代表咗香港玩具製造業嘅一個黃金時代。當陣時咧銷售商亦都有好多特別嘅方法，我哋唔係話直接去買呢個椰菜娃娃喎，我哋係領養椰菜娃娃，佢可以幫佢自己改名，令到呢個公仔更加係個人化，有一個嘅擁有感存在。冇錢，冇錢都幾貴嘅。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政策推出以嚟，港商一直扮演獨特嘅角色，同時係內地最大嘅外來投資者。根據1997年底嘅數字，香港喺內地嘅直接投資累計逾1200億美元，其中喺廣東省嘅投資總額逾480億美元，佔外來投資總額近4%。呢一個椰菜娃娃其實係喺香港裏邊設計，跟住咧喺內地深圳製作嘅，咁反映咗一個嘅前鋪後廠嘅一個獨特嘅深港關係喺度咯，好得意嘅。改革開放初期，香港經濟發展嘅重要特點係製造業大規模內遷，逐漸形成咗前鋪後廠格局。作為鋪，香港負責設計開發、接訂單、品質控制、市場推廣同埋對外銷售。內地就負責產品製造、裝配同加工，視之為廠。隨住科技進步同內地工業升級，如今大灣區合作正從前鋪後廠升級為創新鏈與產業鏈嘅深度融合。香港角色轉變成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，發揮基礎研究優勢。內地城市就喺應用開發同量產上各展所長，形成優勢互補、協同發展嘅新格局。